来关心美国的网枪旁路红人安德鲁泰特20在罗马尼亚被检方起诉，伊上指控性侵害买卖人口加性剥削这罪名。 检方伫咧20发声明，对美国网红安德鲁·泰勒、伊的小弟崔斯坦，还有另外2位罗马尼亚女子等4个人，伫2021年遭犯罪集团伫罗马尼亚、美国甲英国等所在贩卖人口的案件起诉。内容讲有7位女性受害者被骗到罗马尼亚，遭到性剥削、和帮派控制，并且暴力对待。其中1位受害者2020年3月2辩护1位被告性侵害。泰特讲利益会出庭辩护。 Ask them for evidence, and they will give you none, because it doesn't exist. Ask the politicians, ask the judges. You're getting closer to the truth. 伫今年4月，延长居留解除改制限制断居进程。泰德兄弟出席听证会时阵，就一直向法院提出解除居留，如果被驳回，只要有机会面对镜头，就会大声发冤枉，指控检方政治阴谋。有美国、英国国籍36岁泰特，2017年开始就一直住伫咧罗马尼亚。伊爸是美国特勤队的冠军，因为伫社群媒体发表激情言论而称红，包括就是女性万分同志加种族主义，还有认为女性被性侵是家己做得来。伊的推特有超过600万的追随者，其中真侪是少年人加小学生，要互抖音、YouTube、推特加 FB 封杀，但是推特要如果恢复伊的大文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